忠於自己，忠於市民，忠於嗰個打工嘅機構，或者你自己做老闆，忠於嗰個公司，仲要咩啊？忠於天下嘅人，因為你賣嘅貨品係咪害人咧？好清楚，明知係防火，你話防火就害死好多人。所以呢啲都係好嘅嘢，都係我哋個道德嘅唔同嘅層次方向。所以我哋希望其實喺呢啲講座裏邊，大家明白道德嘅重要性，亦都可以睇到你嘅朋友或者其他嘅事物合唔合乎道德咧，我哋去思考一下。好啦。講人除咗道德都要才能嘅，才能包括智慧啦、你嘅能力啦，就係話你要點樣去用你嘅智慧去分配你嘅工作。你嘅辦事能力強唔強咧？除咗你自己嘅智慧，仲要配合人際關係嘛。可能有呢個部你做部經理啲同事啊、主任或者幫你咧，呢啲就係難嘅。你唔係做經理，你就要你一定要做乜做乜，唔係㗎，禮下於人係最好㗎。你平時係要對啲同事好好嘅，因為同你合作，你唔同你合作係點啊？係咁跟住又唔做咯，乜嘢都有。所以我初初出嚟做事都好慘嘅，經驗唔知啲人咁壞，頭冇講，因為講好做好人咧。但係而家我哋社會啲資訊多咧，變咗轉頭，負面太多，好嘅嘢太少。其實好有嘅，壞嘅，好嘅我哋要做啦，學習啦；壞嘅我哋要預防。所以呢個係你把握嘅事物嘅智慧同埋能力，好重要，唔係單方面。唔係話自己做好人就得，唔係嘅，要知道乜嘢係壞事。乜嘢係違反咗一啲乜嘢情況，你就要自己要小心防止，因為所牽涉到嘅可能除咗你自己之外，可能有其他人都受牽連。呢個咧就係我哋要照顧嘅層面、思考嘅層面更加闊大，就係呢個智慧。咁我正話提到咧，就係話你自己點樣強化你自己咧，同埋喺家庭裏邊我哋點樣可以真係培養一個好嘅青少年咧？呢四句説話非常之重要嘅。雖然講嘅人多，就係將在學嘅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如果你只係話打好份工咧，呢個係普通打工仔嘅説話。作為一個領導人咧，唔應該講話我做好呢份工啦，呢啲好笑話嘅説話，因為你冇一個資源，冇一個遠大嘅資源嚟領導我哋。如果我哋選一個領導人，係要佢領導我哋，因為你係俾我哋有才智、有能力㗎啦。我選你出嚟，譬如而家立法會選舉，希望大家明天嘅選人係選啲有才智、有能力嘅人，有道德嘅人，就唔係選埋啲要做個官位就我即刻諗辦法去貪污嗰啲嘢，千祈唔好亂嗰啲嚇。咁所以你話我哋中國人希望一個人出嚟做乜嘢？出嚟做一個普通嘅君子，頂天立地，冇傷害人。你冇機會做好高位嘅工作，但係任何職位你都唔應該傷害他人。做到高位更加要小心一點，驚自己做錯而誤傷嗰時啦，因為你唔知你誤傷咗其他人，無意地傷害他人已經係唔係好事。你蓄意地貪污傷害他人係更加應該係咩？喺古代死罪嘅。因為呢啲情況係人嘅生命係玩，中國人好注重生命，好明白生命來之不易。但係既然來咗，不能夠咁容易俾他人去奪取每個人嘅自己生命嗰個自由，呢個就係生命嘅自由好重要。
嗱，另外講一個我哋值得學習嘅偉大嘅人啦，呢個聖賢嚟㗎，王陽明。王陽明咧15歲嘅時候，應該可能係我哋講係都未到15歲，佢就讀嗰啲明朝啊多學齋嘅私塾。咁老師就問我：你哋都好幾勤力讀書，你讀書為乜嘢啊？咁大部分嘅同學都話考功名啊嘛，做大官啊嘛，係嘛？咁王陽明點講？我唔係做官，我要做聖賢。哇！嚇到嗰個老師一跳，咁犀利你都做聖賢，得唔得啊？你係咪真係有大志願啊？佢話你做官做唔到咧，冇機會俾你做官咧。做聖賢係可以為自己做，點解？你做大官大賢唔係要人哋俾我你做。你將你自己嘅好嘅學問、好嘅才能教俾人，將你嘅能力去幫助其他人。嗱，王陽明呢個人咧個成就好多人讚賞佢，非常之高嘅，可以喺明朝到而家嘅有人稱為第一人。第一，佢就係書生啦，讀書啦，但係佢可以大兵打仗。平亂，有人作亂，佢一個文官，一個官，即係好細嘅地方官，佢就召集一啲叫做兵傭啊，嗰啲叫做保安隊、地方保安隊嚟到去諗計仔，佢唔係直接去打嗰啲軍隊，知道直接打實度打啦，人哋啲正規軍啊，佢就諗辦法點樣去到用各方面嘅計謀，然之後咧就捉咗嗰個叛逆嗰個頭嘅領袖，咁發派咗咯，人又咗死咁多，叛亂平定咗，咁犀利，係2次大兵。佢仲有咧，佢好清楚嘅，佢話我哋中國文化咧係儒釋道要兼容，係講你個良心、知良知，做人有時道德都唔使教嘅，你黑埋隻眼諗下。你做完呢樣嘢，會唔會害到人咧？因為幫到人咧，你靜一靜心，你會知道人對良心係咁嘅喎，都有人都有嘅喎，係嘛？只不過就係話你揞埋個良心點啫？我單止淨係睇到個錢啊，話啲黃金執邊個？黃金升值嗰陣要黃金好啦，唔要銅啦，咁先冇得講啦，係咪？人係知嘅，所以佢好清楚，人係要立志。要對事物懷疑，我點解要事物都懷疑你求學？我唔識嗰樣嘢，究竟我係點樣為之阻延啊？防火定唔阻延咧？係有咩標準咧？我去學習，我去研究啊，究竟竹棚好定係嗰啲鐵棚好啊？鐵架好，我哋去研究。你咪研究咯，懷疑咩？因為有懷疑嘅係咩？追求學問嘅心。好啦，到你能夠知道邊啲好清楚嘅時候，專注去做，唔好走嚟走去，唔好又做下呢樣，做下嗰樣。我聽見好多年青人咧就即係話，我做咗半年唔想做啦，我去旅行下先。咁樣嘅，我得閒去玩下先啦。我唔做公務員，咁都有。所以因為你專注某一件事，最後你喺嗰件事你就係專家，你就圓滿你嘅人生。其實呢個嘢好簡單嘅，好多人話我講禮儀，你去啦冇用啦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我認為我自己一定圓滿嘅喺呢方面，因為自己圓滿先啊嘛。你講禮嘅嘢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99%答到你。解答到呢個疑問，而且真係實用，真係令到啲小朋友有禮貌。我喺學校嘅做過咧，有好多老師去讚揚翻我哋好啊！啲學生係有禮貌做，佢明白係咁樣做係對人係好嘅。因為同學仔之間互相有禮貌，佢知㗎嘛，有反應㗎嘛。
所以係由自己開始。你自己唔開始咧，你自己唔認為道德禮貌係好嘅咧，咁就麻煩啦。所以你要引導佢咯。嗱，喺右手邊嗰個係咩咧？嗰度下低兩隻腳，呢個咧個石頭咁啊，我哋叫咩？正字，正確嘅正。咩叫正確？正確就係你知道停止，唔再繼續佢啦，足夠啦，冇過火位啊！我哋而家現代嘅術語，或者冇過界啊。得見明立形端表情，你有道德，人哋慢慢就知道你個名。呢個真係道德。慢慢咧，你會睇到人哋點解讚你，因為你冇過界，你做得好正、好公正、好公平。呢啲就係最簡單嘅道德。所以喺屋企啊，如果你有幾個小朋友嗰啲咧，你一定要對所有小朋友公平，你唔好特別愛錫某一個，咁啊係啦。嗰個第時嗰啲又真係有心理上有陰影嘅，我有一個老朋友好大年紀嘅，因為佢嗰個爸爸咧就幾個太太，咁生咗唔同嘅小朋友啦嚇，咁就對佢家姐特別好，哇食飯都食靚啲嘅，住咧搬去嗰個大屋度住，佢哋住啲細屋分開嚟住，成世有陰影，人哋話慘啦，好唔抵啊，好唔抵啊！嗱，個陰影係影響成世。如果你對於小朋友唔好唔公平，唔好亂講大話，細路仔聽到你講大話咧，大過佢講大話叻過你。咁所以喺裏邊，我哋話家庭俾大家營造一個訓練營，希望大家互相學習，用禮貌用仁愛嘅心喺言談之間咧，好溫柔嘅，唔係講粗口嘅。我話咩咧？你去而家啲中學啊，10間有8、9間啦，一場會同第一門，其他啲學生上嚟就講粗口啦，女學生都講啊，好自然嘅講真，真係好慘。點解？佢可能讀得書少啫，唔識用咩文字去表達自己，就係用啲粗口表達自己。咁我哋講佢嗰個經濟粗口先，粗口唔多嘅，但係你話佢讀唐詩300首喎，佢係懶，讀識唐詩300首啦，唔識作詩都識偷嚟偷翻幾個幾文。哎呀，蒼天都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你知唔知呢首詩啊？全世界係外國人認識中國嘅詩係第一。呢首詩最簡單，又有意境喎。咦，係喎。啱啱佢如果出邊，你望去，或者喺個床上，或者喺個窗上有個月光好靚喎，係嘛？咁啲月光喺條竹屋裏邊白白地，幾得意喎！睇下個月光，如果你係去旅行嘅，或者你去外面做嘢，係喎，真係喎，屋企我太太點咧？我啲仔女點咧？我爸爸媽媽點咧？真係會諗下屋企人㗎喎，係咪啊？呢個好自然嘅人性嘅表達，所以佢哋好中意呢首詩。外國人呢首詩係簡單嘅文字，但係個意境好濃厚，就係啲人中意。所以詩好重要，就係精簡嘅文字去到表達你內心嘅意思，就講嘅意思，同埋你想點咧？唔係用千言萬語去講。啱先兩日咧，同一個喺德國讀西醫嘅朋友傾偈，去德國讀西醫，翻過嚟就冇得做啦，因為呢個又要嚟到考牌咁啊，做第二樣嘢，做咗導演。佢就講，佢就話咧，西方人咧就好奇怪，因為你去講語言文字你越學越多，就越能夠表達多啲嘅意思啦。你好多事物佢有電腦，又有咩飛機啦，導彈。你係要越多文字先去表達到你嘅意思。